15章，耶稣讲：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栽培的人。凡若属我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剪去；凡若结果子的，伊就修理清去，互枝结果子搁较侪。现在恁因为我讲互恁的道已经清去啦，恁就常伫我的内面，我也常常伫恁的内面。枝若无常伫葡萄树顶，家己就袂会结果子。恁若无常常伫我内面，也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常常伫我内面的，我也常伫伊内面。这个人就做结果子，因为离开我，恁就袂会做什么。人若无常常伫我内面，就亲像枝叶伫外面孤单，人捡起来，叶伫火内烧。恁若常伫我内面，我的话也常常伫恁内面。凡若恁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甲恁成就。恁做结果子，我的爸就因为安尼得到荣耀。恁也就是我的学生啦。我听恁，拄亲像爸听我一样。恁就常常伫我的听内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常伫我听的内面，拄亲像我遵守我的爸的命令，常常伫伊听的内面。这个事我已经对恁讲了，是要互我的喜乐存伫恁的心内，搁互恁的喜乐通满足。恁就彼此相听，亲像我听恁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放杀性命，人的疼无比这个较大的。恁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我无搁称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主人所做的事，我就称恁做朋友。因为我对我的爸所听见，已经拢甲恁讲，毋是恁竞选我，是我竞选恁，并且分派恁去结果子，互恁的果子相存，互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爸求什么，伊就赐互恁。我安尼吩咐恁，是要互恁彼此相听。世人若怨恨恁，恁知影，怨恨恁以前已经怨恨我。恁若属世界，世界即刻疼属家己的，只因为恁无属世界，就是我对世界中竞选恁，所以世界就怨恨恁。恁要纪念我从前对恁所讲的话。奴仆袂会大过伫主人，因若困逼了我，也要困逼恁；若遵守我的话，也要遵守恁的话。总是因为我的名，要向恁行这一切的事，是因为因毋认捌迄个找我来。我若无来教示因，因就无做。总是如今因的罪无通提示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爸。我若无伫因中间行过别人袂捌行的事，因就无做。总是现今连我甲我的爸，因也看见也怨恨，这要应验因律法顶所写的话，讲。因无缘故会恨我，总是我要对爸迄位车保惠师来，就是对爸出来真理的圣灵。伊来了，
就要为我做见证，恁也要做见证，因为恁对起头就甲我相甲伫咧。